机。欢迎什么？哥，你把那个手机带了没有？不，在直播吗？在直播。两个都在直播吗？这怎么出的？怎么出的？你有几个手机啊？没有啊，我这在直播，放满了。你要跳舞吗？不是，我想接个热点。我没开，我没开 WiFi。我说就往那种流量嘛。哎，不是做曲豆里面有吗？哪里啊？曲豆他们那个拿出那个 WiFi 啊？应该有啊，他之前来说有 WiFi 的。搞忘了，好，你把拍第二个是这儿不在还是不在哈？小王同学开学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样。
机没电了，刚刚手机自动关机了，我靠，那个4K 直播太费电了，非常费电，一会儿电就没有了。幸好有2个手机。啊，现在开不了机啊，因为手机也开不了机哦，没电了，什么情况嘛？充电的状态也没有。Thank you， 这边注意，刚刚手机没电了，那 power off。OK， online。Need more battery。我带了电池，带了充电宝，但是没有看电量，哈哈，它自动关机了。现在我用不了，我现在直播看不到。现在只有一个手机发信息，我看不到哦。把这个取。现在开机没有？我不知道。喂，什么情况？靠，这个真的没电了，充那么久啊！哦，没开。
开没开黄豆哎，黄豆没开，没开黄豆。我都没看你们评论，你们看得到。这个不方便，这个 APP 不方便，它的评论方式都不一样。我就说我屏幕怎么黑了，我这才知道没电了。什么情况？不去点了吗？充电线坏掉了吗？怎么充起电了呢？靠里坏掉了。充电线坏掉了，充电都充不了了，只有一个手机用了这个线被我屁股坐烂了，应该充不起电了，没办法了。
刚刚我那个给电了，自动关机了，机啊，另外手机线坏掉了，充不起电了，只用另外一个手机用了。这个线怎么会坏呢？
过咸鱼没得？苹果咸没得？这个咸鱼的。我已经充了吧？哦，咸没得？没得。我又想着做断了，充不起电了。充不起电了，今天做要做哪条了？靠，真的！回去你们用的是最好的线，安克的。啊，就第一个吧，这个就这。靠！这个要帮他拿，有点辣，有点重。我也想嘛，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买了零食，吃的全是吃的，全是吃的那些。等会儿给把他我们部要送那个湖北宜昌的那个网友要送给他。刚刚我要出门，他跟我说他也没有空，我说有时间了就说吧，我给我送一个小的都有发的可以，我顺便就带着了。就是叫那个湖北宜昌的那个，他们以前送过他的，他这次送了100块钱小的那是。我说没事儿，反正他说了之后马上就给他定了，一起送过来的。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了。
说的嘛？没说啊？好像群里面说的有吧？还来得及。他应该看到了，因为有其他直播，他看不了我们的直播。这两个一般是不在一起的，因为他个子比较高嘛，然后女生穿高跟鞋都不行，但是他高跟鞋也跳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叫他穿平底鞋，不要穿高跟鞋，叫帮我摸。那很少在一起跳，一般都是分开的。小罗现在2、3个月在这儿，不得走了。他家就住在旁边，很近很近，几十米就过去就到了，就在对面看得到。他们都住得很近。